去年因为宜兰落大雨，和这个金座啦、高接来啦损失惨重。不过，同款是水果，年节一定爱食这个汤柑，却是生产过量，有容易归期将今年比赛全宜兰头一名这个汤柑摕出来大放送。只要到农场去食饭，就可以免费的到果子园食到饱，过且将5斤的汤柑炸回去，有一个乡亲收者去抽好康的。看过几片的山头，拢是高树，伊讲看到袂少的柑仔，尤其一个一拢手寒地啊来卖柑仔。这个好大哦！这是宜兰的高园所产的品种，是过年代表各地的汤柑，而且也阁是有摕过全县第1名的。不过因为年产量增加，拢卖袂完，所以无想要浪费这柑仔，过去开放予民众免费伫高园来食啊饱。好吃吗？好吃，整个园区都真的是赚到，而且便宜又好。真侪人拢是现办现食，来看到这批高园的是这位来自瑞士的外国朋友。这种呢？也是很好的伞，品种就比较好吃，更好吃。想要享受这冠军的柑仔，只要付一顿饭钱。若是这菜色咧，拢是头城现老的鱼啊，也有现办的蔬果，同款是互你食到饱。每一个人也会当炸5斤的柑仔回去厝，真正是有食，阁有掠。